關注少年世代甲台灣議題媒體500集，今年第4屆500樣的獎項，甲文學類頒發予溫灼僑，這是頭一屆有台灣作者來得獎。溫灼僑講，伊希望透過這文字的美感來替台語氣度有名化，也繼續透過網絡，讓大家看到台語無同款的面貌。看樹一個飯葉飄落佇烏面透光的魚花，看熱天的雨花。看東京的酸澀。作者溫灼僑的台文詩集《一花閃爍》，自今年初出版到當躍進搶市。作者用100個美麗的台語詞寫作詩，嘛在網絡經營學台語，特別是分享真水說漢地有人用的台語詞，引起真儕人對台語的興趣。關注少年世代甲台灣議題的媒體500集，今年第500樣的獎項當中，甲文學類頒予溫灼僑，伊嘛希望會當透過文字的美感來為台語去有名化。有就是台語的母語寫可能較早因為正式的關係是無法度，因為這個語言來感覺驕傲的，所以其實我希望，不管我咧做的代志，就是一個去污名化的過程，然後更較儕人知影這個語言其實讓摕來做台灣的文化的自信。這屆500樣獎項是頭屆有台語文作家得這個獎。溫灼僑也推薦學者李美清做引路人。李美清表示，文學這條路有真儕前輩帶路累積，也正做開創新時代的頭目。當會當互主流媒體意識到台灣的存在甲影響力，是值得期待的現象。咱會使閣去思考講，台語笑詼、水、生活、自然、理性、科學，這款的物件，咱甚至會當談戀愛嘛，對，所以這個物件攏會使，互咱有新的想象。我感覺因已經豆豆咧吸收這個台語是水的這個概念甲養分，然後咱就會當閣較期待，煞來因可能會當創造出無共款的物件。溫灼僑也表示，伊認為台語在真儕領域也需要創造新語詞，伊嘛會繼續透過網絡用台語分享語言學、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等，希望讓大家看到台語的無同面貌，嘛讓台語會當帶咱愈行愈開闊。記者盧尚珠、鄭春瑤台北報道。